来看2025年台湾甲纽西兰签署的经济合作协定，特别正式实施。到时阵哦，纽西兰的牛奶进口台湾就唔免关税。早起国内饲年牛的团体就呼吁政府爱提出配套。有协会嘛要求政府供应该爱参考果汁的标示，嘛要求牛奶哦，就爱标示有使用偌济比例国产的牛奶，提供消费者未来会当做选择。 咱国内饲12万只年牛，数量甲20外当前差不多。一年的产量所会当为33万吨牛奶提悬到46万吨。不过，刷落来2025年，纽西兰的牛奶要零关税进口，本土的牛奶恐惊会受到冲击。农民表示，这不是要求减产就会当解决的困境。这些设备呢，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摊提的，大家的这个财产呢，就受到很大的冲击。 农民希望会当比较进口来克多巴胺的猪肉迄时，成立100亿饲猪产业基金的模式辅导转型，更加希望会当修改牛奶的标示，因为目前敢若分上温甲冷藏，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度掌握买到的是本土的牛奶，也是进口的产品。那比较卖场咧卖冷藏牛奶会当保存70外天，本土的牛奶敢若会当放14天。虽然拢是牛奶，不过实际上是差真大。 所以农民希望政府会当要求业者照实来标示使用的本土牛奶的比例。这就是法规名称所造成的一个不公平竞争。举例来说，像果汁就会有标示它的果汁含量嘛，那台湾的生乳含量其实是没有一定要被标示出来。学者指出，本土甲进口的牛奶因为加热杀菌的时间甲温度无同，营养嘛差真多。用比较接近保久奶的方式去加工，跟我们国产的鲜奶，它是用比较低的温度。 希望不要去破坏在牛奶里面很多有营养价值的这些营养分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当升级的农业部表示，也该甲牛奶的厂商来沟通。关键点在乳厂，关键点在法规吧？我们怎么要求乳厂怎么做才对啊？是没错。农民呼吁政府要赶紧提出因应的配套措施，若无时到开放免关税牛奶进口了后，成本计数愈低产品会冲击到在地牛奶甲产业。 恐惊未来甘那村会当放较久，毋过营养成分较少的进口牛奶通好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